你有冇試過明明已經好攰，但係仲要強顏歡笑，就只係因為驚其他人唔中意你？我哋從小就被教導，乖嘅孩子就要聽話，唔好讓人失望。於是認可成為我哋活着嘅方向。我哋努力表現同埋迎合其他人，成為其他人眼中好嘅人。但係慢慢咁，我哋開始唔再確定，究竟嗰個總係努力喺度讓其他人滿意嘅我，仲係唔係我呢？有一日，你可能會發現，你唔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啲乜，你無法拒絕，亦都無法 say no， 因為你太害怕失去其他人嘅愛。你活成咗一個角色，活喺其他人嘅期望入面，卻迷失咗真正嘅自己。咁樣嘅痛苦其實真係好深，你可能會覺得好空虛、焦慮、疲憊，因為你每日都喺度演一個唔係自己嘅角色，一個你以為值得被愛嘅版本。但係真正嘅你，絕對唔係嗰個討好其他人嘅你。真正嘅你，從來唔需要證明自己，因為喺認可呢件事嘅背後，其實藏住一個好深嘅誤解。呢個誤解就係我唔夠好，所以我要變成其他人喜歡嘅樣子。呢個絕對係一個錯覺。你原本就係完整嘅、被愛嘅、自由嘅，只係你暫時忘記咗。咁樣，我哋可以點樣走出呢個困境呢？首先，停落嚟，暫時唔好再問其他人要我點樣，而係問我真正感受係乜嘢呢？我需要嘅係啲乜？接住練習誠實咁樣面對自己，哪怕只係對自己講一句，其實我唔想咁樣做喎。當你願意誠實，力量就會慢慢返嚟。當一個人真正活出自己嘅時候，其實唔需要任何嘅界線嘅。同時喺修行嘅初期，你可以練習設定界線，唔係為咗拒絕其他人，而係為咗俾你做返真正嘅自己。每一次你勇敢咁樣表達真實，都喺度將自己揾返嚟。最後亦都係最根本嘅，你要明白你嘅價值並唔來自任何人對你嘅認可。真正嘅愛唔需要你去換取，你嘅存在就已經係你嘅價值所在。當你開始認可你自己，擁抱你所有感受同埋脆弱，你會發現你已經係完整㗎喇。唔好再花一生去成為你認為其他人會愛你嘅樣子，開始花啲時間認識嗰個最真實嘅你，因為你值得被愛，正如你而家咁樣。最終你會發現，真正嘅自由唔係得到更加多人嘅認可，而係終於唔再需要佢哋。如果你都中意呢段分享，記得分享同埋訂閱呢個頻道啊！4月21號，我哋將會有免費工作坊，名為極速顯化實驗，下面可以揾到報名連結，歡迎你報名。好快我哋都會舉辦一念之轉同埋圓滿歸零嘅工作坊，期待到時見到你。